去猜兰桂。见他兄妹双双同烧香，叹云呀兄妹牛过飘萍，家早颠沛留一份，牵牛陪我思念穿丝两双情，还不知兄妹何时可重逢，小黑的远走深小姐。总早每日常追问，岂不要听为了老爷不人？今这里命我陪你来烧香，为的是娘的山上去，谁知道这桃红来了往南京人，只怕夫人要怪我。小姐不用心，小兰桂一把一道理，夫妻能归离我人，此山恩，不知才年岁哟疼相兰桂呀，你看小姐早已小人们，小姐高兴，我兰桂更高兴。小姐贵，我们知道是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走我点了。哎呀，小姐。哎呀，小姐。哎呀，小姐。兰桂，我们知道是。
两夫两宝带路。相公快来，相公快来！前面城内人王煞分年了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相公，前面就是大寺院。这些人都是去烧香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相公，今天是2月19，观音生日。观音生日，嘿，相公，我们也去大寺院游玩一玩，吹吹热闹好吗？倒也是。哦，妈。见了烧香的妇女，定是十方拥挤，我等进去问查一起，都与不平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？我们只管游玩，不去看他们也就是了。万事不去的，好，相公。什么东西？真好看。什么东西？借我看看，借我看看。喏，嘿嘿嘿嘿嘿，要帮我，喏，要帮我，相公，两宝找到好东西，推推的藏起来了。两宝找到了什么东西？去来我看。原来是一方玉佩，西方玉佩快分明，金银光线杀人，上刻鸳鸯鸟一张。玲珑剔透
岳飞来，快来此问多珍贵，定出名家关门。相公，这块牛排今天不完吗？这牛排不知是谁人杀了的，我们理该不归原址。相公，那我们怎样规划成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人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是可将人物奉还。相公说的有理，那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再去远了。哎，有春上京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？相公说的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都是你这块什么牛排嘞？好，等吧，等吧。大姐，看你神色慌张，事事寻找，莫非失落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失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失喏，我家小姐来了。设备有事失我心。去找嘞！莫非是莲台观音先生啊哩？前世疯子人间物，就是那天上星辰也同情。小弟有没我？相公，哦，大姐，可就是这一方有呗？真是那小事就让我奉还了。多谢相公了，都是为了你们这块牛排。哎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。凤，咦。这君子，你太翩翩体格气，总配老实人可敬。
咦，好生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并无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哎，是啥人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李师兄，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几位？哎，怎么站在门口顾门不是呀？请请。李师兄，梁师兄，话嘛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不能早备。李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话要问。哎呀，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实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呀？侬讲呀！哎呀，侬讲我为啥吞吞吐吐个你？哎呀，侬讲啊！哎呀，吕相公，喏，就是故子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娇娇滴滴，标标致致的那一个。李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原来你要问的就是他呀！哎呀，是啊，他嘛，就是我家的阿妹呀！哎，小弟与刘兄事业同场，情同手足，总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就有。哎呀，李师兄虚开玩笑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啥人不能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给侬听。阮小姐，我是风流狂情到这家，回来是闯儿不长江。我听得有人落了泪，我是姐姐那个忙忙叫那专家救起了姑娘。从那外洋，他说是山东历城农家养女，才请到南京来经商。不因是父母跑病死，他是受人欺压孤头家。我母亲见他多脸，记住命哪里还到他的身世实是凄凉。是啊，哦，请问李师兄，不知灵妹教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，可是许配身家了？哦哟，梁师兄啊，侬一不宽下，二不算命，问得这样仔细，做什么呀？是啊，刘兄喜得灵妹，小弟问问又有方啊。啊，应该问是应该问。他呀，名叫于洋，今年嘛18岁，这桩婚事啊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完了，咋了嘞？哎呦，妙啊！哎，这里是听到，可不是妙啊！快云呀，明儿与谁真相报？他闺中配是有希望啊！只恨刘兄去做媒，以免得另外月老比嘴伤人。李师兄，请受小弟一礼。哎，并不无辜，因啥个理呀？小弟也是去刘兄啊，原来梁师兄有事情要救我干。王兄岂然要帮忙？干么是帮啥个忙嘞？小弟是实在叫去才。哦，原来是让我一道有称气
个香倒是烧得蛮好的。刘兄啊，小弟今日愿石高，干么侬讲到如今啊？我为得少女进来嘛，今日必先从天降元气容易。要配好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咱两兄侬须得忙，一个那个姻缘我承担，侬委屈，哎呀他离家，更何况郎才女貌是更相当，我做媒人报成功，我就挂在中心啊。此事都谢刘兄成全。好，我就先试一下你这个小美丽。师兄，那小弟就到家应了。小玉，哦，上快个，我马上就拨侬。兰桂，兰桂，快请小姐出来。李师兄，哎呀，恩兄，阿妹啊，亚叔来帮侬迎接迎接啊。喏，这位是梁师兄，梁师兄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。梁师兄，四妹，恩兄，唤小妹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那个李师兄，快来！哦，原来侬是要当面举亲啊，亲啊！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梁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，喏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。一切大好。恩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，恭喜阿妹子！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？哎呀，恩兄问他做甚？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托阿哥来做哪个人？望听此言红万岁，那金子果然转人来。但见他气血傲平地门，叫人随上把转回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成语人才，文语文才，就是点起灯笼嘛，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恩兄夸奖两不喜，此次郎君甚可贵。阿妹呀，侬到底是愿不愿意嘞？啊？啊？恩兄不见你寒心，叫我是把开阿妹，阿妹，哎呀，阿妹啊！阿哥做大妹，身边那个地位，从来不是那个话，句句是实在。比起那两
姑姑赞美，他出生虽是太幸福，待人绝不强哇！他不是当朝宰相？是啊，那他是梁世龙之子。还是不答应啊！哎呀，对呀，这种事情叫他一个女儿家，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哎呀，不错，但我想点样禀报各个美人嘛，我一定要注意成功的。这样一个画饼，生什么体统？偶像，夫人，当我王中那本三五报纸拿到这里来，是小心考谁了，可要你的革命。是美香，夫人，把这画饼拿走。是谁叫你拿到这里来的？小姐，这是夫人。啊，是我娘。哼！哎呀，你讲，我的好宝贝呀！小姐，这里没有事，都到外面帮忙去。是。你叫啊，是娘叫他来拿的呀。娘，我说你呀，也太偏心了哈。哎，娘怎么会偏心啊？这三五宝石乃是女儿喜爱，他从京都带两来的，你为什么把它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新房里没有一点好的摆设，这请员们夸了，
也不像样啊。像样？我弟弟在朝未曾下，门庭显赫非寻常。往来的都是好门贵，从未有欢事共一堂。今日家吕家女儿去京府。两家都知我难得在，做后娘落得人山，八万外长。你父将来杀奸光，让他宝贝儿子，此人大。娘，为哥哥才想得多ใจ大，岂怕女儿对一把。哎呀，这真是天地良心啊！娘把你哄着怕风，哄着怕娘那你为什么把女儿的头事你就不放在心上？哎呀，我为女儿的婚事，做娘的是切望一想来，三教一想，时时刻刻都放在我的心上的呀。喏，去年在京都，娘不也为你操过心吗？只恨下家不识得举恨。哎呦，这就不用再提了。如今你弟弟在京里留心，为娘在家乡留心，总想替你找一个有权有势、有才有貌、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呀！丁夫人，花轿来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也要追了。月娇，随娘一起去吧。好宝贝，去吧。娘，
难相儿，山木树上醉茫茫，夜待朗月我行远，万中有人无此诉，一鬓相思铭记杨水。好容易盼得菩提杨子水，洒作了人间鸳鸯人，今日同往曾负情，花少有人永不随。新郎官，新郎官，哈哈，新郎官在哪里呀？吕相公，别跑！哎，快去看看你家相公，我们向他喝喜去。相公，吕师兄，新郎官，吕师兄，请坐。哎呀，花着红当当，上上说动新郎官啊，我这个阿菊今月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梁父，快去酒来。哎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！新郎官，这新房的酒嘛，应该先去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窗，今日老酒，我愿你同我的阿妹是相敬如宾，把手牵牢。谢刘兄敬言。梁师兄啊，我的阿妹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妹总算是做成公仔。不过，我阿妹在永婚之时要发守孝3年，你可要谨记才行啊！两不两道，快在吕相公去好个痛快！吕相公，宋刘兄，啊，新郎官，来福来福啊！刘兄弟情杨花月，苦尽娘子离一人，他为报全郎要受强，我立刻接他消息等3年，闻得他情结丝袜渐渐紧，若是后因得其言，但觉得心有灵犀一点痛，结一个闺中自有我心愿已在心万千。挑起红巾诉衷语，
娘子我与你一别3月13去，我万千梦上苦思君，感谢娘子人从，今日里花手待在从君水。娘子从今后天长地久，咱夫妻娘娘是写今生一杯好欢聚。喜字只有一好欢聚，真知晓丑八月你当家园，东方相对称心啊，娘子，请饮酒。我不为饮酒。娘子不为饮酒，那还是不饮也罢。既是愿意，就不应该去睡。我父母之罪，生是害，我岂能以受人之责记乱罪？为此为生是富裕有几成，但请那亲人好报催。见娘子慢慢无言，低了头，恰为我连丝恨与恨仇。三更了，哦，莫非他是为了压发之事？啊，娘子，你永婚之事，刘兄传达压发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定是十分劳累，事情焦虑生根，务须早些安息。小生明日再来盘备娘子。哦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有事，可命后厢前来侍候。后厢告辞了。啊，娘子，夜深风寒，无需关上舱门。娘子若挑你，小生在死亡安在，也能放心了。此不愿送。告辞了。
后下后事。他娘，今日乃是8月中去，相公在花园桂花亭中设下酒宴，但命我想前来相请大娘前去赏月。你去回禀你家相公，什么无心赏月？他娘啊，只为你终朝出门观察，相公是值得无心多文章。今日他在园中列举专一等，大娘其实心害他空太忙，望去大娘来赏脸，我为了相公一片叶心肠。良有事啊，良有事，我与你谁家儿女难同心，有一处定呀永是心。他娘，偶像起来，起来。你去回禀你家相公，让我去。就是。哎呀，只是多谢大娘，带我去回禀相公。哎呀，大娘，你可是要来哦？我来。良有事。今日里我比娘才1年整，要见我水上王妃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孤寡，好似庙中的观音，你呀菩萨，真凭我千言万语去劝慰。他待我何曾说过3句话？思亲虽小谁伤情，也何知愁肠不能讲？难道他令我与殷勤？难道我何此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孟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望，咋能够嫁得
是万苦千难，我也愿在家。我想推荐相公。不想大娘可曾请来了？大娘上，他谁知道？哎呦，好好好，我想少得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音乐不，好似花儿相传，心里真理一段把情意。请他满面春风娘子来了，娘子到来，我为人愿人，望娘子施在。既成夫妻，何必客气？喏，我待他应啊尽力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唉，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奶奶气，慢慢在他家到往里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母常理，不见也罢。喏，哦，请坐。随便说吧。娘子，此言差也。圣上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头四说，同达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此次请请送见一礼。哦呦呦呦呦呦，有礼奉还，有礼奉还。啊，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安，饮食可好，夜晚可听使唤。见体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厨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小赞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啊，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饮酒的吗？这不知我以后要是举目要是，我要会忘记了。哦，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聚谈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见于为王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请。娘子，你时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展，不知如何心事啊！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呀呀呀呀！娘子身手并无心事，这生眉尽锁，长须短叹，岂是瞒得了神呢？啊，娘子，到底如何呢难之事？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。
你可知个人生有死，非常生有非常死，非常是有非常心，这非常心你如何彼此？虽然是个人自有个人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离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奶妹我两女死。听他言语常应是，难道他话中有数字？娘子不必一承认，若是要吹捧你心事。你不是蓬莱新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到西雅江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去猜嘛！莫不是我家妻居不是意，我儿你心中满是我好比马车飞到凤凰桥，还以什么缘不是？莫不是呀为是望你不诚心，你不还差钱，他应生子。也怪是逢不差此，与我莫共相思。莫不是我娘亲对你来欺压，你身受委屈难挨其次。灵堂子身在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一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灵媒出言与不是此，我一般今生一太无知。莫不是你为受高峰心不欢，冤若是为乡在公杀鬼子。富贵荣华何造今年，何劳云阳操心事？
莫不是。你临于殷勤别有志，姻缘不愿配鸟死。我为是个万能子，说话不过水路子，叫我一样配款情，难道你嫌我丢失？小兄弟，无此意，娘子需要生气。哎呀呀呀！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谢家子，今日里难成娘子的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女在娘门情无梦，出家之后情夫往许，夫妻何妨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此今是你所亲责，与鸟死还在，就是那年，有时不肯待我讲，再与谁人苦伤意。一番意有经理，今将鸳鸯做知己。他是此恳请非假意，不与我贴上心肠中。娘子啊，今日里你我共
上那有你这种奇人啊！他以为情，以为那薄情曾经世上少，看起来我前世手工比手好，今世夫妻难和好。他既无情待我时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不对呀！今夜子他灵隐成色17江，伤心又泪一泡。几封姻缘字，两来他不中帮人相认好，他托人为王在全家，走望我娘子，哎呀真得了。这，哎呀，对呀。少爷去春回，杀伐将他的仇恨消。莫非娘子故意郁闷，甚至不夸，安谁去了？我也不便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私报，明日再来。唉，我刚要为尊私报，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腹事，但听背后言。官生啊，官生！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官人，现在在背后都叫起我官人来了呀！这多少有气哟！良女死哈，良女死。No！公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算你把完全讲，翻天我在哪？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可知他银牙一比较。
岂能甜言蜜语压情门？我为你情愿把心困，就一个啥酸苦来替他娘在。怎么又哭起爹娘来了？我的娘子来是异乡，从其实远从恨等他，想起我弟弟下生的官居已是败王家，只因实因见君王传奏建设富邦家，那权钱为恨死到极。8月15，我爹娘必携手往生。预祝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亲早策划，为求他日能生缘，黑夜遇到趁我下云阳。路女在兵跳长江，我是几次逢生几流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对牛配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情相。家园来娘子守护天涯旁，可得我心酸难忍来双下，忠良早爱谁不通，奸臣头实可杀。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帮，你为何3月来不图真爱人话？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也将那奸臣斩前将。梁思龙啊，你这老实，怎么出弟弟来了？骂你老实梁思龙，非常是八卷龙。上西天子下呀城，才我负你心太凶。谁知道战草更不是，到趁我兄妹各西东。是今是可比关门杨忙说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听此言好似听，当得好。
下决绝是山中，却总了心太凶。恨上我妈的江下把事故，老夫做过难梦，今日恍然心他梦，从此见神恋生。生是好，两生是。终于把屈公公请来了。那你身子太不良，我为民族谁奉上？不是全副银针套，放在湖上家喻海中粮。预兆一日犯我手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扛。帮兄原来是我娘，难怪他终身怒门墙。娘子啊，你这女子有胆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。幸亏见我来听见，这陪人知道，你先要逆风的后是啥样？两女叫啊，两女叫。怎么叫妹子嘞？骂你先生两女叫，离你连此钱不小。宽上我胸膛下云泥，一想起远想起乱叫。你没婚不成恨在心，今算祖父为你本世道。我下家虽顺早传，有朝保证你也命难逃。应该骂得好，妹子她无足非为才难闹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肉丝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大事枉徒劳。两女四好，两女四。怎么的我都得上来了？我有什么好被你骂的呢？王妃说到身边事，几番求情我不允，你今算一言反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保谁？要成夫妻从尊师。预兆一日常来动，我兄妹重逢得了子。先斩老实两世龙，后斩不言两生死。三斩要笑两女叫，非斩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女死。好气，好气！金江红木比山子，我偏在陪你有仇，一时的不分要我死。你记不起我无名，回头比你我娘亲子。
起来，此事原是我家错，难怪他报仇里他知，我不帮他反害他，恐为人间欺压男子。他既父亲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誓，今晚对他表心意。欲恐怕笑忘了我娘子。我还是轻轻地叫他开门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外面叫门是哪一个？是我女死来了。听说是牛死把门敲，我心惊胆战问他乡。倘若是放在此夜，他听见。看来今生不难逃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来了。请进。请请来接礼。家务上里何必客气？请坐。随便说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万好啊，是万好。惊动娘子，王佛见挂。夜阑人静，你到此做甚？正刚才娘子过于郁闷，一言不发就回转门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他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睡得多年，看天色不早，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托人在房自言自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。我明明听见真声不语，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乃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，叫我听听吧。应当是无人念经，有口无心，念过嘛，也就忘记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，
男子房瓦前开闸门，有人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。是对娘来了，这是在你心境啊！我的娘子来自余乡，终去生我冤仇我恨更大，想起我弟弟想。家这阴这夜，检举王传是奸人无邦家，那全皆为恩四头鸡，报应是我的娘必须在王上。欲遭那我兄长下用你，迎喜团亲造成我，为报他人能伸冤，还也欲造成我家园。你这无言乱语，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无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两只龙啊，一只老臣。我把你见是两只龙，你不得长死把春龙。上去天子下呀人，在我妇女心太凶。你可知山草更离日，导致我兄妹过西东。可别关门娘忙夫，我恨不能死人在老金庸。这几句对不对呀？你在无言乱语，讲些什么？看天色已晚，我要回房安睡去了。慢！安睡晚上，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，再儿美的，良药死了，良药死。我把你不知良药死，你枉为少多生也是。七分穷尽我有你今生夜夜伴相思，不想到你将为报仇，要趁夫妻重重死，遇上月色长眉头，兄妹同中都要死，先上老子两只龙，二三不言两生子，三三要叫两人家，再三要叫两人死。下用呀！我弟弟害你父母传此法上，你该报仇。我母亲祖父所长，死气生也可长的。我妹子无所非为，与父同门，三言不语。我两女士也非姊妹，儿非同堂，也不曾太错了你。你竟说也要杀我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回到背你母亲与你父母生冤。哼，正正岂有此理！他方才此言道理明，快来是理所哦，他能分清。
最从恨已有深，因此伤断了夫妻情。今日里你兄娃来了，我放明他是为妻娘上非能分，官人你既算与父不同心，就应该辨明是非，秉公正。方官人量我苦衷，见我此就是我今下的父，我也管他。今日我也嫁归人，见他常为我心不忍，父亲娘子诉衷情。的机会不难就尽分享还乡那在心，把起家事朝朝暮闹气不平，听娘子在外言细语，在求几声关下有呀，我凭啥给你多此人？你家对我像眼中的今生的话事难相信，只怕你是抱怨只是旁观镜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父亲，我也父亲。算是奸人之子，少生。这真是事半茶亏要加倍，倒叫我自己难想来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万须设法去挽回。娘子，
去见你母亲去去呀、不得，去不得！方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呀。我在这里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惊得方来，带你出江泥？哦哟，他会在哪里生气你？no，有事这些呀，有理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哟？方才还娘子受惊了。晚上谁去了？天已好亮了啊，娘子，像我母亲、我妹子都是你杀无人人。如今你身在我家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被谋媚之徒既后非想。谁？是我。妹子，哥哥，弟弟进都来信，母亲命我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立即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，叫你今日准备，明日动身。是动身。是啊，弟弟几次差你上京，你总配是时间晚早。如今弟弟意外心猜出了，堂上无了好的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被担备了？嫂嫂，请你替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为禀母亲去了。娘子，官生，留你一生在家，叫我是否放心啊？不想还是不去赴死了。你父母此次才病，你杀不去，反要杀出后来。我想你去以后，我曾为尊理解，等你已经用归再来见我，你可好？此正好，那我在明天临病之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娘子，官生啊，你理想北京上京吧，年度起居四保养，明日海外有事消息。成功得一场好晚霞，考试一毕就回来，娘子你倔强如是常开门。这牛配是我父母一律分，今日神父表忠肠，人家两地要
见其他，见美于是见其郎，娘子奴一定啥也不离场。相公要写家书一封，明日前去送与大娘，待我写好书信，列激动神事。鳌头多做乘风得意，玉堂金马岁是圆，难少夫妻两分离。弟弟我来了，弟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孩儿拜见弟弟。恭喜我儿，后喜我儿。孩儿娇应得中，后做寡此。得中状元，乃是一喜。今日我儿又有大喜之日了啊！弟弟此话从何说起？儿啊，方才在琼林宴上，有请王爷见我儿才貌双全，十分喜爱，愿将他独生女儿并养琼子，召我儿为琼马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了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得意了？天之为美，高攀王亲，为父是算是得应了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去过妻了？真为放了，岂无一忘？难道弟弟不知早坑自弃，不晓得定期再去才能到？刘家皇兵蒙听的，将他休弃有后法。我还做了琼马郎，谁过论水是朝阳。天道公理不能弃，红船踏遍四平茶，此事孩儿万万不能得意。好！哎呀，我儿，你好糊涂啊！秀子那玉卿王爷乃是身上的亲王孙，我儿遭了穷马，却是当今的愚昧残良。京都两家有了太塞之考，你我父子东张绍刚，我这不能随心所欲，永不负我官。我
大伯给长十八少个，须知道七星之事难欺天，切莫要做件事不何事少，一切所谓的所见也，休待他年何会长小奴才，奴才彻夜太长。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已经答应，你抗旨为父，哪还了得？你这将你送到王府去，也要你去；不去，也要你去。弟弟，哼！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气势不能保，娘子来，你望我操用会操乱军，再次恼羞将好去惊啊！夜色皇宫深似海，总算有此后继他龙来，这将死后死后吧，相准送
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嫌什么岳大为娘，后盘龙有灵陪娘。相公，头上是香红纱帽，身上特像汗毛，各顿礼数一面墙。说说黑吧，是。在君上你无知情，一笔归乡。本报生死案情，我名为婆媳难抗命，不可奈何尽两恩后兄，你回来了。后兄，夫人生的什么疾病？夫人她没有生病啊。两宝，小姐说夫人得了疾病，才命我把大娘接回来的呀。难道我今生莫冤情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，娘，嫂嫂回来了。媳妇穿见婆婆，罢了，夫人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两宝言道，婆婆身子欠安，不知身体什么病症。哼，是心病。媳妇拒不问安，我要望婆婆死在。不管当，不管当。嫂嫂，我们几次查人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再三不肯回来呀？这我是逢期末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没有？托婆婆赐福，期末病体已好得多了。哦，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山上将你救了你这个小人女儿。是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原本姓冯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生身父母不应早年上访。哼，恐怕不得的吧？我已见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母女。我请问你，那也是我生性接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为莫昧之道，其何非小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，哼！哥哥只言是蹊跷，为什么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不是对我们都能打？为什么只有缘分长来少？亡命之内终于非常事，不知道泄露你何非想？
起之前在王州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哼，好一张脸！你可知子司马正难应当，自称有句休的啦，休的啦！你应我毛头小人你，分明的是朝廷亲骂小人呀，小人呀！我心奉真为变心香，姑姑建议我比彩香，民同毛同真不少，怎能不断把谁讲？大言巧女不中用，劝你万事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谗言你不信，这天大的冤枉我担不下，此地不为刘家。看忙，你到哪里去？寂寞遍天的雨，委屈死吧！今日你许下称一家，你们真的是此不讲理！懂你还讲什么理？还不与我为王去下去！娘，他要听杨官不肯承认，还是明日一早送官拷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今夜将他刀束往内，明天一早送官。岳家，快随娘来。
想不到一命永绝难再见。定家名婆愿我情，不为你深情恩义配，做事有心，心自坚。切不说谁遭无言，恨负生死必成为仇恨情仇愿从前。谁？是我侯香。侯香，你来此做甚？前来相救他娘。救我？他娘把天子事，侯香对偷的明白，不趁他娘早爱，故我偷了数字，前来相救他娘。侯香，你要是有报罪之责，就不枉你的他。哎呀，他娘不必如此。臣子还要服人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大娘，回门开上。不行，大娘，你快走吧。不行，你快走吧。大娘。今晚送官庭，放小心头恨。快与我绑起来！小心大娘不见了！明明说着，他怎能逃罪？这小梅香，快听夫人到来。四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他怎么回来的这样子话呀？拜见母亲。你是啊，你这种几几名啊？孩儿得中一家一名。哦呀，好宝贝呀，你得中头名上有儿，这真是永重要事。妹子向哥哥道谢了。母亲，请往里来说。母亲，因何不见我娘子？哥哥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李家去的吗？方才我已去过刘家，又没想到这是母亲已将她接了回来。妹子，快唤你嫂嫂前来。
我到哪里去叫啊？啊，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他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呢？哦，问你妹子去吧。啊，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哥哥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就这呀，确实接了嫂嫂回来。今日一早，房中却不见他的人了，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啊，母亲，这是在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何不见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请问母亲，这是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娘有病才把他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啊！相公，曹氏夫人根本没有生病，两宝你不是？是没有生病嘛？两宝，你与我从实的讲来。是，相公，这是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这是夫人得了疾病，等大娘回来一看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堂上，哪有什么病嘛？两宝你不是？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有病。后来夫人小姐把大娘关在房里，关上了锁。听此言来问好病，莫比娘子结了亲。两不两宝，本宗教的我不做去死。谁过？好，这就是就是啊，你好放肆！少不见娘子血管若是不逃离，你要怎么样？不愿忘我的娘子。哥哥，嫂嫂才是引本是他，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生不成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他引本是他。真的？哎呀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我们今天早上人家都是受不了，万事都听大娘，一个银子都没有，我不一莫管。你们要害我的娘子？要死！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贱人，尽管对我四次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早定去玩小玉呀。哼，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你们害死了我的娘子，我就不要你们的命！要死！要死！哎呀！要死！好天天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，就我少有你们的命！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啊？你问来问
你当初曾儿愿王配相违，一往情在万代，恰似冰我自望与娘子结老八岁，恨我对一封字笔不曾无此望，奇怪问长相长随，红红当南梦中，不去不归。玉碎子为家人，变生一位。见我表不见情，无常断心碎。会不会苦长的大会？会不会情比里两地分开？嘿，娘子，穿着生死难舍。嘿，娘子，见一旁人见啊的。从今后曾不言凄凉声，愿谁要到一死，再才双才啊，娘子相公深深靠期盼，天上的生儿也悲伤，他是此多情是不伤，我深深心对他满真香。娘子。相公，请用神汤。谁要用什么神汤？娘子，你死得好苦啊！相公不必伤心，他娘还安财呀。
偶像，你说什么？他娘还不成事，不成事？偶像，相公有所不知，说是夫人小姐将大娘dau锁房内，说是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就判。偶像心中不忍，故问我昨夜三更推了数日，是送大娘逃走了。偶像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果然。果然。哎呀，偶像，请上水路一把。哎呀，相公，怎么弄别了？偶像，大娘现在在何处了？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刘相公家去问问？哎呀，对呀，上里是从有希望，不过刘家心情忙。相公最好。多谢后相。哎呀，相公。急忙忙迎匆匆，好似别了他盘龙，到处配青中生，遇见东方色如红红。这娘最快来难距离。北奔起舞望山东，远近高低比武，花炮下光生情意松。倒不是真看兄泪映中，他是真气能中梦。哎呀，我这次刻去到刘家，所谓那两家发觉，岂非要连累恩兄一家？真心无知一彷徨。迎着朝阳回家中。这前面好像是我的阿妹嘛。阿妹，恩兄，阿妹啊，昨日侬讲回这两家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爬回在此呢？阿妹啊，侬脸色不大好看呢，一定是啥毛病了。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让侬阿嫂来帮侬调理调理啊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，干嘛一定是出啥事体了？恩兄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。好，让我们到屋里去讲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到自家屋里嘛，还有啥个语言不教的嘞？来，快跟阿哥来。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缘分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岂非连累恩兄一家，于心不安啊？阿妹呀，你我几位兄妹就应该像同胞一样。阿妹有难，我做阿哥的理该去承担。更何况是得居忠良之后，阿妹啊，你也不必太顾虑了，请进吧。恩兄，请吧。恩兄，请。
手，啥被那老七婆知道，一定派人私自寻找。这外面侬是千万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家里。不过这前天后堂上房睡觉，侬是通通的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阿哥这个书房里。这个书房里嘛，哦，就躲在阿哥这个书柜里。啥时那老七婆到来，做阿哥的要有办法去对付。等天一黑，我就把侬稳稳的送出扬州。阿妹，侬快可好啊？俺是为小妹四次操心，小妹过不及。用不着，用不着个。阿妹，侬先进去躲起来，让阿哥出去帮侬打听打听。哎呀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哥不叫侬，侬千万不好出来的哦。唉，真没有想到，我的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罪呀！要是早点把我晓得嘛，这个美人我就不做了呀。李师兄，李师兄的声音，他怎么会回来的这样快呀？梁师兄啊，久违是久违。哎，侬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，那去见过堂上弟呀？我见过岳母了，小弟要亲自提亲了。那到厅堂去说吧。厅堂不便，不是私房的好。哎，这私房嘛，这几天没有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不是厅堂的房里好。梁师兄，梁师兄。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一个说是为我阿妹来的。啊！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遇病，已经把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是今日可曾见？今日嘛，没有见过啊。当然不曾来过。我既是骗过你了嘛。那告辞了。梁师兄。我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追了你？我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体了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我阿妹竟不见了。哎呀，干嘛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刘兄啊！我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到说房门是可见，何想好心君娘子三更才走难见你。这样说来，你母亲和我阿妹有仇？是啊，干嘛是啥个仇呢？这件事关系从那第儿起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子。刘兄啊，既然娘子不在此，我辞别刘兄去寻亲。梁师兄，这样大的扬州人，你到哪里去寻他呀？这个金台两难无知意，娘子就到此来寻你，哎呀娘子快他来，你倒是不好。带我先去试他一试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劝兄你不必哭爹呀的，舍不得我阿妹马上会得到家里。侬耐耐心，哎呀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你别去为公义，今日里龙虎帮到银库衙里，得送一家一名。
么些？你不知道平地风波起，风波？啥个风波啊？皇上要我找军马。哎呀，这倒是不错啊！这真是贵上加贵，喜上加喜。哎，我劝娘子的用意，今不知难为你。祖国要我修建起，我情愿也是穿帕衣。我指望夫妻重团圆，挂冠插到回家里，想不到家中乞讨。我娘子的身世不讲谁，啊娘子你算是奇话道出来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呀、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就让小弟我再来给你做一个媒，做一个像我家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！我是娘子心不情，你强使我不在意，我无事寻找及时人，你反来劝我另娶妻，兄妹之情无不变，往外同场成知己，从此与你团圆。你往东来，我往西。梁师兄啊，梁师兄，阿妹阿妹。娘子，官人，兄为我做梁师兄啊，这位小弟可像我家阿妹呀，这下你可称心满意了吧？刘兄，刘兄常言用尽心，我夫妻双双喜堂。用不着是用不着哦。梁师兄，你们夫妻手足长顺，我向娘子愿身告别。对，这里不是拘律之地，你们往城堡里。哦，你们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！官人，我们不知道往山东的母亲前走，谁也不能替我兄弟下落。这是九姨娘子，阿妹，阿妹。哦，梁师兄啊，这些日子你们哪里走吧？我随身使用，你们还是快些走吧。这里一切与我安排。阿妹，梁师兄，阿妹，喏，你们的宝贝。